placard.宇文，欢迎你吼。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你顶回有甲我讲，日本时代的地草渐层吼，伊的发音含字嘛无啥共。啊，你有讲一个例，我袂记啊，敢若是你敢方便？啊，你即嘛无方便，还是我知影你是上班，袂要紧，好。好，我甲迄个直播的 link 打起啊，吼。时间到，咱来开始。今仔日上款要读教会公布第4期吼，但是我拄则甲咱顶回读无了的，毋是读无了，咱顶回读到第6页嘛吼，第6页读煞，第6页遮是迄个主日信良吼，伊甲一寡经文 quote 出来吼，抓一寡经文出来，抓哩吼，抓摘要的抓吼 ，TIAH 吼，抓第4声抓吼，抓伊的名抓戏吼，顶回讲着抓戏，抓菜嘛会使，点菜吼。啊，伫遮是我是讲伊甲 quote 出来吼，抓出来。刷来即个第7页吼，我拄则看吼，伊拢是一寡经文啦吼，所以咱着跳，毋是经文啦。伊讲伊一寡伊
拢扩着一寡经文，敢若记一寡经文伫遮吼，叫你去看就对啦。所以即个若跳过。啊，即遮是论传道课吼，因有一个考试，初五、初六有一个考试，啊算有录取几名我看，拢总有17人来吼，因所考的就是约书亚、以弗所、唐人字、白话字，个论吼，参论就是 and 论吼，论就是论文啦吼，论就是论说文啦吼。啊前5项已经随项来评吼，啊从这评定的5名来甲恁讲吼，啊就是遮即5名吼，比如讲约书亚吼，前5名是这5名，潘明珠吼，啊赵吉祥、周伯霞、市春、王家吼，因的名啊，因住伫啥物所在？啥物所在人吼？加啦宝东港、嘉义、阿高、乌牛兰吼。我有看这5个人，当然每一项5个人可能无共名，啊差不多即几个名，啊而且地名吼，你若看拢是咱进前有讲过迄几个地名吼，所以咱个都甲咱过。啊，所以直接来看即个第4期教会公布第4期的最后一页吼，第8页，咱来看这吼。昨咱一天今仔日可能大家袂记啊吼，但是反正咱有录音啦，咱有录音就继续甲看咧吼。歹势，最后一页伊的题目叫做作论的二八，作论的二八是啥？二八是公告 announcement， 查一下。第7声八 P E H， 第8声。二八汉字就安尼嘛吼，写字的字，白色的白吼。二八大抓条叫做二八吼。即鬼水安尼写无介对啦吼。伊这二八是名词吼，是一个人，毋是动词吼。出二八就是出公告吼。咱来看日文的原文。有吼，日本的原文二八伫遮吼，二八哈利达西吼，伊足侪日本的各种讲法啦吼，哈利达西、哈利加米、希基福达、哈利福达吼，伫拢是出公告的意思啦吼，所以公告或者是 poster 海报啦吼。大字报啦，嘛是叫做二八啦吼。但是二八应该是其 announcement 较侪啦吼。我哩以为应该毋是 poster 吼。虽然伊这我拄则有去查即个日文的即种，比如讲哈利达西、即个哈利加米，应该是原来会使做 poster 用吼。哈利达西吼。Sunny 来，甲你 make a moderator 啊。哈利达是有啥物无呢？日本输入法啊。哈利达西啊。哈利达西即卖日文写法是汉字写法是安尼写哈啊。你看伫战前伊的写法，哈利达西是大出。贴出吼，这2字，含即嘛这张出吼，哈利达是张出吼，无共汉字，但是相关发音啦吼。你看伊的意思是 poster、placard、notice 吼。所以伫遮做论的二八，当然是讲要做即个论的公告啦吼。我即遮伫遮，咱敢若征文，要征文就对啦。我要伫遮公告讲，我要希望大家用这题目
用这做题目来写一篇文章吼。啊，所以作论就是写论文啦吼。二八就是我伫遮公告吼，请大家来写吼。二八是即个意思吼。好，来读。大会的时，有人讲起，因为中国人不及对重神主。大会就是因教会开大会的时阵吼，有人讲起即项代志，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及对重神主，神主就神主牌吼。中国人不及对重神主吼，啊，就是拜祖先啦吼，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咱教会无迄个礼，所以人嫌是不好吼。对欢迎你吼，你若有兴趣，你会当看我拼 link 吼，有迄个 YouTube 的直播的画面通好看吼，若方便吼。安尼你就较知影我咧读啥物，啊，有时我现伫电视会看会着吼。好。咱搁继续讲吼，咱搁甲即段搁读者吼。大会的时，有人讲起，因为中国人不及对重神主吼，咱教会无迄个礼，所以人嫌是不好吼。大家嫌讲安尼是不好吼。遮一个词叫对重吼，对重神主，对重就是诚注重，叫做对重吼。即嘛我来现即个。大哩大词典吼，对第三声 ，TUI 第三声吼，对，西好霸对就是霸即个声调吼，对重 TUI 西好霸吼，第三声对重 TRNG 第七声西好霸比较到唱吼，第七声唱。对重，汉字安尼写，对重吼，是对不起的对吼，重要的重，所以贵重重要嘛是对重，珍重慎重嘛是重视嘛是重，对重就是即个意思吼。看有例句无？应该是安尼可能无例句的款。对重。特别翻过来就毋知伫倒位。例文版，对喙、对阵、对直、对着、对中吼，对中伫遮吼。对中哦，贵中、定中、台设字哦，俚语讲台设字。哦，伊无例句啦吼。哦，对重啊，伫遮讲对重神主，就是大家拢足重视神主吼。讲中国人真对重神主，咱教会无即个礼，所以人嫌是不好，叫做无公无妈吼。讲你即寡教会是无公无妈，无爸无母啦吼，无公无妈。公妈是祖先啦吼，查甫叫公，查某叫妈吼。啊，较早汉字公就是写公，妈就是写即马大家读过妈的妈迄个妈，其实是妈。吼，这有一点乱去吼，就是讲汉字安尼使用一点乱去，就是较早即个妈讲的是 grandmother 哦，啊所以阿嬷就是写阿嬷，迄个嬷就是写女字边一个马字吼，就是即马你的 mother 就是写阿嬷，意思就是你的 grandmother。啊，结果即马大家看到迄个字，拢想过是 mother， 想做是你的老母。啊，所以阿嬷要安怎写，阿嬷就大家就奇奇怪怪学袂写吼。上常看到就是较早阮伫咧，阮读初中的时阵，阮读国中的时阵吼，用迄个吴音玲大家知吼，吴音玲因老爸叫吴成吼，吴成，伊较早有伫咧一篇诗吼，收伫咧迄个国文课本内底，
写迄个阿嬷，就是吕丽萍边仔一个什么迄个嘛吼，所以即马足侪人是惯势写迄个阿嬷写迄字吼，其实是变乱去，不得已啦，通去处另外一字，其实你着写即个妈就会使吼，无公无妈就是安尼写吼。公诶母诶迄个公啊，妈就是迄个妈的迄个妈吼，无公无妈，无祖先就对啦，无即个查甫祖无查某祖吼，讲你教会人安尼吼。好，咱继续读咧。地教侪人因为安尼生毋爱来听道理吼，这是真大诶冲突啦吼，就是东西方或者是讲西南地区和欧洲这边的最大的冲突，就是伫咧拜祖先即项代志顶头。一边是认为这大不孝、大不敬吼，这是做人上大的失败，无公无妈。啊，另外一边认为讲，我若无公无妈，我心内绝对是有，只是我用另外一种无共的方式来纪念安尼尔吼。好，所以呢，所以这个代志大条啊，大家因为安尼无法度，莫讲迄当阵，即嘛是有相款吼，即嘛基督教会咧传教的时阵，一个诚大的问题，就是讲要举香无举香嘛，就是有拜公妈无要拜公妈毋拜公妈即个问题吼。好，咱继续读咧。拍算学咱的款式是毋好吼，拍算即只拍算毋是讲毋是 plan 啦吼，毋是迄个拍算吼，拍算咱来看下，我嘛袂晓解释吼，是要安怎解释？拍算。PHAH 算 SNG 第三声，拍第四声 PHH 吼，拍第四声，第八声是拍，但是是拍吼，拍算第三声 SNG 第三声好，拍算。好，拍算是思考考虑。想讲话安怎吼，就是相款嘛。想讲话安怎，就是思考考虑嘛吼。好，来，咱来看例句。拍算安尼，却是安戏。这等下再看这个例句啥物意思？拍算有落雨，拍算不知心色吼。想讲安尼可能会落雨，想讲可能不知心色吼。所以这个白话诶。解说是上符合的，就是想讲会安怎，拍算毋对吼，想讲安尼毋对，所以想迄个意思就是拍算吼，想讲安尼毋对，先遮才拍算吼，先遮才拍算，这就较直接听着吼，先遮啦吼，这要烦恼，等下再去烦恼吼，所以迄个烦恼拍算就是思路吼。思考吼，就是你心你想，你读甲你动脑筋，你想代志，就是拍算吼。啊，伫台语内底拍算的用法，比华语的拍算用法较侪吼。华语的拍算是敢若计划要安怎尔 plan 尔吼。啊，但是伫个台语里话，所有心内你想的思考迄种活动，拢会当来讲拍算。比如讲，即嘛即只讲。拍算有落雨，拍算不知心色，拍算讲可能会诚好、诚趣味，拍算安尼毋对吼，想讲安尼可能毋对，先遮再搁拍算吼。华语嘛是会使讲先遮再搁拍算吼。OK， 好，只有一例句咱毋捌看，我看无吼，想讲安尼却是安戏，我咧想讲这是毋是？我看伊。解说条表吼，OK， 遮想讲安尼却是安戏，歹势，这例语的解说我看无吼。里だと思ったところが顔だった。
啊，有兴趣的人，你再家己去看有日本书店去翻译一下吼，即只都无爱错啊吼。好，咱转来拍算。对，这只是讲拍算，拍算学咱的款式是毋好。拄则讲想讲会安怎无？想讲若学咱的款式是毋好吼，所以即个想讲嘛是会当，直接甲拍算，就是用想讲来代替吼。想讲学咱的款式是毋好，学咱无拜公妈的款式是毋好啦吼，意思是安尼。又搁当这印无好吼，我毋知要怎读。来听道理的人，未免得看入即层吼。又搁当安怎吼？来听道理的人吼，未免得，就是难免吼。未免得看入，就是烦恼嘛吼。看入挂虑啦吼，华语的挂虑，看入即层。即件代志吼，所以着想一个法度来免得互因犹豫，犹豫就是互因犹豫不决，叫做犹豫吼。你嘛会当讲是，咱来看书典的什么个规说伫内底吼，犹豫，犹豫，还是犹豫吼？看你。变调无共，腔口变调也无共吼。阮读犹豫，犹豫是会共腔，犹豫就是嫌疑或者是怀疑吼。互人怀疑就是互人犹豫，犹豫人就是怀疑别人嘛吼。啊，即只讲未免得看入即层，所以。着想想一个法度来免得互因犹豫，莫互人怀疑啦吼。我拄则讲犹豫不决嘛吼，莫互人因为安尼来犹豫吼。请恁教会的兄弟先生，无论伫长山、台湾，拢将即个题目吼，我等下再念这题目，拢将即个题目做题目来写。一篇论吼，啥物呢？这题目是啥？辩论神主的意义吼，辩论神主的意义。辩论就是辩论嘛吼，辩论神主的意义吼，用这个题目来写吼，因为前文就对了吼。要紧着讲伊的来历，已经9:50分。要紧着讲伊的来历吼，来历就是因由嘛吼。华语是来历嘛，所以应该大家知意思吼。来历 ，LEK， 第4声、第8声、第8声吼，来历第8声对。来历就是由来吼，如历，来历不明。伊的来历我知影吼，所以即只来历含华语的来历是共意思啦吼。来历不明，伊的来历我知影吼。啊，即只上要紧就是讲伊的来历，就是甲伊的由来讲清楚嘛吼。第时设起头，设起头对，这头吼，音无好变做看咱第3声。第时设起头。未识神主大圣人用什么法度伫孝敬祖公？即个人是啥物意思啊？是毋是印无清楚啊？安怎？我感觉即个可能印毋对啊，是安怎吼？未识神主大圣吼，应该是咱吧？加一个 G 的款，啊，佮声调符嘛无共。
咱用什么法度得孝敬祖公吼？哦，讲你上重要是爱讲伊的来历嘛吼，就是讲即篇你爱写啥物吼？爱讲伊来历啊，当时设起头，为虾米？为虾米开始拜神主嘛吼？啊，未设神主大圣，还未设神主进前，人是用什么法度咧孝敬祖公吼？啊，现时咧孝有什么意义吼？也是按怎样无情理就是讲拜即个神主安怎样无情理啦吼？看着用什么道理来苦劝听道理的人，互因明白即个代志吼。又着看按怎样通表明教会内毋是拢无对重祖公吼，就是讲原来爱讲互清楚啦吼，毋是教会内就无对重祖公吼，无重视祖先啦吼，无对重祖公就是无重视祖先吼。讲教会毋是安尼吼，也看有啥物拄好的法度，免得互教会外的人诽谤吼，诽谤、诽谤吼，诽谤吼，就是即个歹势诽谤啊！我发音毋对去吼，诽谤吼，互教会外的人诽谤吼，诽谤啦吼，华语就是安尼读吼。好，莫去看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诽谤。即篇论着用白话字写，后来毋望通印伫教会报吼，用白话字写，因为以后要印当个教会报啦吼。安尼免阁翻一遍吼。好，按到明年3月尾，着交逐位的牧师转寄到台湾府。按只有一字，头一字着用一个按字，即个按字啥物意思？按字，按一个日期，按大字典用的汉字是期限的限吼，无限的限吼，就是 deadline 啦吼，按吼，所以你看伊一开始着用一字按字来，意思就是 deadline， 到明年3月尾吼，期限约束期限按吼，照例句吼，你阁互我按10日，按10日好无？一般会安尼讲啦吼，按10日。你阁互我按就是重点嘛，意思就是讲，阁互我宽限一下吼，阁互我按10日好无？阁互我加互我10日做宽限，安尼会使袂吼？啊，个案就是超过期限吼，个案吼，讲这伫咧超市买迄罐头已经个案啦吼，即个我是毋捌安尼讲过啦，但是例句安尼咱就是安尼讲吼，个案。啊，你买迄菜都拢已经菜个案吼。好，来我看一下日文版有啥物趣味的例句。对，按期限、日限吼，个案就是过期啊啦吼。延期、按期吼，你阁互我按10日好无？这拄则有讲过，按一日过一日，按一日过一日吼。你有按我无？君は僕に約束したってはないか？你有按我无？意思讲你有和我约定无？约束好势无？安尼。好，来，
即个案例吼，一开始即个案例，即最重要哦。台语用安尼一个字来做讲啊，互我宽限，互我或者是讲即 deadline 吼，按到当时安尼吼。deadline 是英语啦吼，你翻做台语要安怎讲，就是按吼，按到当时吼，爱晓讲吼。按到明年3月尾吼，着交达位的牧师来转寄到台湾府吼，就是即篇作文啦吼，即篇论文啦吼，阮前文你若写好，你着安尼吼，袂伊即嘛是敢若8个嘛吼，搁有搁几啊个月吼，超过半年以上吼。然后要请几若位的牧师评定教义，评定教义吼，这有一个足趣味的词吼，我拄则看吼，我嘛毋知，叫做教义吼。然后要请几若位的牧师评定教义吼，评定咱知嘛吼，评定嘛吼，评定教义，教义是啥物意思吼？咱还未看汉字进前吼，教义当然是大家我知影意思吧吼，应该是评定教义，就是评定看啥人较好，啥人较歹吼，比起来好歹嘛吼。咱来看教义，足趣味的汉字吼 ，KAH 一。汉字你看大字典汉字就是用甲乙丙丁吼，甲乙吼。用这两字加迄边恁的头两字加伊，这足奇怪，因为我从来毋捌听人安尼讲吼。当然毋是讲我无听过，就无啦吼。我意思是，就算你敢若看即个加伊这两字，你嘛感觉奇怪，评定加伊会当理解嘛？评定加伊就是评定等名次嘛吼，价定乙定吼。但是要注意吼，只加即个伊吼，咱拢惯是读伊吼，伊即只是读做入声音第四声伊吼，教伊。咱拢读伊第二声嘛，但是是 IT 第四声吼，教伊。教伊呢，我去查，你若查即个大字典，伊无解说，伊解说就是日文叫做卡夫奥字吼，卡夫奥字，问题是。卡夫字我拄则去查无看，查无啦吼。你若去，我毋知，我至少我即嘛即个线顶的即本日文词典吼，用卡夫字是查无的。但是呢，我着用汉字去查吼，或者是或者是有一个趣味的代志吼，你若用。即个即叫啥？信望爱即个台文输入法吼，你去拍教 KH 吼，你会当看会着，应该看会着吼。伊嘛是用教 KH 第四声 IT KH 甲 IT 吼。伊嘛有收即个词吼，我的意思是讲输入法嘛有收即个词。即个词你看日文词典叫做口语恶字吼，口语恶字含拄则即个大字典的卡夫恶字吼，音无啥共吼，口语恶字，卡夫恶字。即顶回的语文捌甲我讲过吼，讲渐前的日本的迄个发音有诶。已经转音去啊吼，含即嘛无啥共吼。我咧用是毋是因为安尼，然后即方面我无介清楚吼。因为伊即嘛无方便讲话啦，但方便用咱这个请教吼。口语字呢，你看吼，日文的解说，日文词典的解说叫做 first and second， 所以评定 first and second 嘛，评定啥是第一名、第二名嘛吼，或者是评定 superiority。or inferiority 嘛，谁较好，谁较歹嘛吼。superiority 是较好，inferiority 是较歹嘛。所以评定教义就是评定名次吼。你会使安尼讲，评定教义吼。评定教义，头名要赏银7个吼，二名赏银5个，三名赏银3个，四名赏银2个，五名赏银1个吼，读过好啊吼。设使有济好论
通处吼，意思讲，试讲恁写诶论文，恁做诶论啊，诚侪好诶论吼，叫做好论吼，通处吼，通采用啦吼，就要想较侪名吼，就是袂要紧，你若写超过拄则讲这啥物第几名有无？若佫有佫较好诶，我会佫加出一寡就对啦吼。就要想佫较侪名，所做诶论着亲手写白话字吼，恁寄来拜托亲手写白话字吼。即使家己袂晓得写，来请别人下着注明吼，不要紧，你家己袂晓写，你注明叫别人写，通互阮好采取，采取就是采用啦吼。采取是汉字是采访迄个采吼，采访吼，采取取用迄个取吼，采取，这只袂使用白话字吼，爱用拍英文 CH 第五声吼，CH 有第二声吼。我咧有这因迄当阵当然安尼说讲，你咧若要查字典的时阵，用直接甲声调用即个数字飘出来，可能是因为要顾着讲有人无法度用白话字输入法，所以就安尼吼。采取就是汉字拄则讲的吼，采访迄个采字，采访啦吼，就是意思就采取啦吼，采取较好的部分吼。就是采取较好诶部分，就是采取较好诶部分吼。选择采取就是选择吼。即马讲选择，大家听有无吼？好，你若袂晓写白话字嘛，你注明一下吼，通互阮好采取，就是阮咧经诶时阵，通知影讲这毋是你写吼，写了着，这毋是你写白话字啦，毋是讲这篇论毋是你写吼，写了着落暗号吼，即个落字就是落款迄个落嘛吼，落暗号就是你爱put down一个暗号伫遐，put 一个 mark 吼，put down 一个 mark，put down 一个暗号啊，名姓甲所在就你诶住址啦吼，地址毋通讲明吼，莫直接踮咧迄个文章顶头写讲你即篇是名姓是啥物，住伫啥物所在诶人吼，毋通吼。另外，着用一封内面注明无号，就是无人吼。有拄则有讲暗号嘛，比如讲即篇写了我落一个暗号是 A， 或者是 ABC 吼，叫暗号。另外你着另外寄一张批，另外写讲ABC 即张论是我写的吼，安尼就会使吼。安尼就是伊要评定教伊的时阵，就看袂着名嘛，就是无爱互人讲干那凭迄个名来取伊的文安尼吼。同齐寄来互阮吼，你甲2张批寄来互阮，资料通开看吼，就是阮资料当然就是讲阮评定教伊了后，才开起来看，讲即篇是某咪人写安尼吼。请列位的先生真心来做，真心歹势，毋是真心，尽心来做吼。第七声真吼，尽心来做。毋是因为小可想吼，毋是因为要摕新闻吼，是望做教会的大利益吼。10:06，咱继续读咧。顶面所讲迄篇论，众人无论先生兄弟，拢通做。惊了兄弟较毋敢做吼，因为这无好写嘛吼。辩论信主的意义吼，伊讲惊了兄弟较毋敢做吼，意思就是无兄弟是指会友啦吼，教会内底会友啦，
伊迄个文，伊迄个论主要是互一寡传道啦，还是讲教会较捌神学的人通写吼。啊，今仔兄弟较毋敢做，所以呢，着另外出一篇论，另外佫用一个文题目，请咱台湾附属教会内的兄弟姊妹来做。即只有一个台湾附属，我看无，毋知这啥物意思吼。台湾附属是啥物意思？我看无。我知即个属字嘛，知无啥物较适当的字伫内底吼。我看无。OK， 台湾附属教会内吼，可能是台湾附属，属字到底啥？我实在看无吼。教会内的兄弟姊妹来做吼。即篇论传道理的人，以及大学、中学的学生，甲前捌传道理，还是伫大学出去的人，拢毋通做吼。意思即篇较简单的题目吼，莫恁大家即个功夫较好的吼，功力较厚的吼，拜托恁莫做一篇吼，即篇留互兄弟姊妹做就好啊吼。当请所以毋若是敢若传道理的人袂使做吼，就是讲包括伫咧神学院咧读的学生啦，大学、中学拢袂使吼。当请逐位的长老、执事、兄弟姊妹以及听道理的人，着用即个题目叫做祈祷吼，用祈祷做题目来写一篇论吼，祈祷吼。伊即马佫讲要写啥物内容吼？所着论的是圣册讲咱按怎样着祈祷吼，着祈祷三位一体上帝吼。祈祷的中间着求啥物？亲像即号的道理，也通引起几若人的模样，有得到应验因的所求。即段佫读一遍吼，你可能较毋知影意思吼。祈祷的中间着求啥物？亲像即号的道理，就是讲你会当写一寡道理吼。后壁即句佫继续读，也通引起几若人的模样，有得到应验因的所求。即个引起，我咧想讲是毋是？就是迄个引用啦吼，因为安尼看无容易了解伊到底咧讲啥吼。引起好，安尼就你看这例句就知影意思吼。引起吼，伊个例句叫做引起故事吼，伊无解说，但是伊有写一个例句叫做引起故事，就是啥？就是你会当引用啥物故事吼？引起是引用的意思啦吼。引起故事吼，可字哦，迄句吼。日本安尼写意思就是你会当甲古早代志摕出来讲吼。所以就是你会当甲啥物物件摕出来讲。几若人的模样有得到应验的，有得到应验因的所求吼，就甲其他你捌听过有人因为祈祷得到应验的即寡故事，甲摕出来讲嘛，甲写入去这文章内底嘛吼，也通引起吼，这引起，引起毋是 results in 吼，毋是迄个意思吼，引起是若敢若 quote 还是英语要佫用啥？就是你会当甲伊写入去这文章内底吼，叫引起吼。这是引起，所以这引起你这个词你也知影意思，无你着几句真正看无伊伫讲啥吼。佮模样就是模样，但是华语叫做模样啦吼。几若人的模样，不只是模样啦吼，咱来看一下模样吼。就是模范吼，
模样，模第五声 ，MOU 第五声样 ，IUNN 第七声。我是倒位个写毋对哦，模样歹势，毋是模样，是模样吼。我发音嘛毋对，模吼，模样，吼模样吼。注意发音吼，毋是无鼻音吼，伊莫互华语拄则我就是去华语带去吼，无鼻音，模样吼，模啊，咱讲迄个印物件迄个模啊吼，叫做模啊吼，无鼻音吼，模啊，模子啊吼，所以模样是啥？是有模型、模范吼、标本、样本的意思吼。看一下例文版，模吼，模样咧，模样。我只要看一个词叫做模个吼，足趣味的，这恁可能毋知，以后有机会解说者。要模个，模样，模样伊无例句啦吼，但是这拢是伊的规则吼，雏形吼。模样吼，就是形、标本、建本吼，模型拢是会使吼。伫即只就是模范啦吼，就是几若人的模范有得到应验因的所求的即种模范吼，你会当甲摕来做故事来讲。踮咧即篇文章来讲。遮个论讲着用白话字来写，歹势啦。遮个论拢着用白话字来写吼。游园着到3月尾交牧师通评注评处悬价吼，拄则讲评定价一吼，即嘛叫评处悬价，拢是共款意思。当要勉励人较热心做即篇论，头名要想人4个，二名想3个，三名想2个吼，四名想1个，若有侪好论，就要想较侪名吼，会加处啦吼，毋是讲每一名都一定出一个尔吼。写了着落暗号相款吼，落暗号毋通记名姓甲所在，另外着写一封讲，即篇论是我家己做的，也我亲手写的，别人拢无替我做，就落你的名甲暗号安尼吼。遮个论的道理，若真好，阮通印伫教会报，做证人的利益，10:15分。教会公报第4期读煞，后1分钟。我看卖啊，楼骹有人有问题，有人要问啥物拢会使吼，还是要补充？嘿，你讲。我有写伫即个论曲，就是有一个字啊，就是把着牛啊，还是狗啊，囡仔伫小的时阵会疼细嘛，介时就是讲踏人的身躯，迄嘛叫嘛，就足侪人讲，伊拢知，伊细汉拢有用过，所以我拢找无伊的资料，伊的解说其实连字典啥物拢无。我就想讲，会使搁去问搁较侪人，安尼互我一寡资料，无我再找无迄个足侪人拢捌听过嘛，捌用过，毋过拢找无一寡文字的资料。你讲即个，来请教。你讲你是要问即个百字啥物意思哟？对，介绍有意思，嘛有人甲我讲啊，就是亲像因牛啊，还是小的可能会行去牛港会行去牛母的身躯，毋过即摆就是若是狗啊，有一寡狗啊，看
看到人啊，就做欢喜啊，嘛是会翘起来踏第人的身躯，听讲迄嘛叫吧。我就即摆呃，想讲，有较侪有系统的资料，我写笔记、写手指图会通来写起来，啊无安尼，我即摆头壳嘛灰灰安尼。来，咱先来查一下第二点吼，即个爸字第三声吼，伊是安怎解释？啊，即个爸字我自细汉定咧用，所以我再来看讲，和我所理解有啥物无共啦吼。因为我庄脚人嘛吼，庄脚囡仔，啊，所以阮细汉时阵定拢爱出去饲牛啦。啊，阮兜是无牛啊，但是我厝边头尾我亲戚朋友有牛啊吼，啊，所以有时我会缀因去饲牛。或者是讲较早阮阿公，阮外公有牛啊，所以我会去甲伊斗饲牛安尼吼。啊，所以牛霸起来，即个霸字阮是定咧讲，吼。霸字呢，第二点无收呢，怀夺强力占领吼，毋是压霸，霸胜民霸。有一点仔像压霸的意思啦吼，霸嘛吼，我看嘛是霸嘛 ，P A 对，敢会是？我另外查一下第四声吼，因为阮的腔口吼，第三声、第四声都分袂出吼，霸，所以毋是即个霸，应该是头前迄个霸吼，第三声即个霸，吼，好。但是即只吼，比如讲较接近的，就是霸胜、民霸吼，迄个压霸，迄个霸。我想要问，因为大家其实拢讲，拢听过，细汉时拢有使用。啊，我想讲，若大家讲一个解说，安尼其实字典簿嘛无要紧，咱若写手指图啊，嘛会使讲甲大家讲的迄个意思。等阮讲，我理解，所以我即下我解释一下，我理解啦吼。阮虽然讲牛霸起来，迄个霸的意思讲牛，咱敢若讲牛起痟啊，就即个，抓牛掠公啊，就对啦。迄个野性发性地啊，叫做霸。吼。我认为无一定是，都毋是我认为，是我所知影是无一定讲一定是安尼动作，无一定迄种徛去人身躯顶，徛去另外一只牛的身躯顶，即种才叫做霸。霸就是甚至就是掠讲走足凶啊，四过龙、四过走嘛，叫做霸吼。这是我的理解啦，但是我有你理解到我有听4个人讲啦。嘿。你的讲法应该是较大。嘿，啊，是毋是有你讲迄意思？我无确定啦，我毋敢讲无。我小等下我去查一下迄个册台语内底看有无吼。因为这个字吼无好去问，因为这个字啊嘛毋知伊的汉字啊，有可能是用压排吧，安尼去问，就歹找个歹问。变做爱用安尼上课的时阵安尼问。即个甘味店顶头的霸字吼，当然足侪霸字啦吼。其中有一个是扫兴歹万分受气吼，即个就是霸。吼，就是这就是迄个意思。就是啊，当然伊无汉字，所以我毋知是对一个，我看觅吼，无汉字啊，但是就是即个意思啦，即个是上接近的啦。好。嘿。对，我迄个时阵有感觉嘛是即个较我大家形容迄个感觉。汉字嘛是为着讲要去问人，还是讲去找，因为去认册啊，你若是用罗马字，伊拢走出别种的。汉字就是为着要挑找尔。小等下吼，是对伫倒位啊？
即里你有看到无？你毋知你方便有看看迄个画面无吼？你若无看画面，我甲你讲，就是甘字典伊用的汉字吼是倒手边是言字吼，言语的言，伊正手边是木底起的木字，啊读做霸吼，寿成歹吼，你看牛气寿成，牛气歹，万分受气吼，牛受气啊，拢是叫做霸。哇！迄牛霸起来吼，当阮其实阮做囡仔上惊牛霸起来，阮囡仔是6、7岁啊，尔一粒仔囝，牛一只足大只霸起来，迄是足恐怖的代志。阮做囡仔足惊牛霸起来吼。多谢。嘿。因为我会使手，用水久话去吹，应该较好吹，牛霸起来。啊，其实足侪人可能会写，不过伊可能写火星文，佫就会使较好吹，因为有。啊，我认为是用，我认为用阿爸迄个爸，迄个爸字是会使啦，音是有准啦，莫用这奇奇怪怪的汉字，这拜托这啥物人读会出来啦？吼，所以我认为讲无一定爱用这种古早字啦吼，你有法度写出迄个音准的就对啦吼，但是莫用好青文啦。爸，结果写一个华语的读法，啊，讲无可能啦吼，迄种写台语会使，但是莫写华语的字啦吼，写即个所霸的霸完全袂合嘛，音是对，但是完全袂合，意思完全袂共吼。但是写阿爸的爸就会使吼，意思嘛是接近吼。嘿，啊，但是意思。多谢，我就是句话会当去吹牛霸起来。意思即意思，嘿。若讲，较活字，因足侪台湾界，因若拢无好找伊个普通人，普通人就会开始写火星文，就爱，毋过较好找，啊，可能资料嘛较侪，毋过拢火星文。我是最爱写台语的火星文吼，台语火星文，我是讲毋是华语火星文，是台语火星文吼，比如讲，譬如讲。家己写做家字吼，啊，逐字拢读台语嘛，吼，即种写法，就是你会当训练你迄个汉字的读汉音，读台语的汉音安尼吼。好啊，上精准的解说，无客气，上精准的解说就是甘字典即几个吼，受气万分歹寿成吼。好，9点10点24分，哇！本来想讲要搁继续读落，剩6分钟。第5期，等下吼。我手机啊，画面走去。好，若有问题要问的，对，若有问题要问的嘛是，毋知恁会使举手无吼？啊，会使问啦吼。啊，等下我拢无咧看逐个留字吼。好。留的话，我即马再看一下。好，所以拄则迄语文有甲我回讲，伊讲写的含发音无共哈，就是讲意思讲，正经的日本的一寡较若吼，伊写出来，但是念的音却毋是迄个一般50音的迄种正式的迄种惯式的读法吼。啊，所以拄则迄个教义是毋是安尼，我毋知啦吼，就是。甲伊是口语恶字啊，但是你看迄当阵的飘的音是啊，我袂记啊，迄也叫我关起来吼。好，第5期，我看剩5分钟，咱来读一字啊吼。若大家无要问啥问题啥，咱继续读一下，读偌济算偌济吼。目了，等我查一下吼。查询教会公报第5期，我关系甲即个大家吼，安尼当放较大来读吼，目睭歹啊，即嘛吼，小可有好啊，目睭较歹，放较大，放较大就好读吼。台湾府城教会报第5章，伊即是第5期啦吼，因迄当阵叫第5章。公司11年10月1885年吼，公司11年若无记毋对，1885年吼。
所以教会报会记咧台湾第一份报纸是伫1885年印刷发行的迄当阵就有报纸台湾1885年即第5张这是10月的时阵出版的拄则拄则讲8月，即嘛变10月啊，奇怪，我无啥，我确定一下，差遮济。第4期1885年，伊无写日期。9月所以一个月出一张吗？应该是一礼拜出一张才对啦应该是拄好下过一个月。所以我记毋着是顶一回咱读的第4期是9月出版的，即嘛这是第5期是10月出版的即张甲关起来，关起来。抓倒去，遮。好，第5张，1885年，公司11年10月，大会的记录大会记录10点28分22钟，大会记录就是记录啦即嘛人读录，我毋知影读录对啊毋对记录伊拢记录录音伊拢是即条。我咧摇应该是咱查一下甘字典。甘字典用即个汉字来查一下我用即个汉字来查一下。略甲录干后即两个音名无录啦所以其实连我着惯势读录，因为自细汉就安尼读要改袂过来记录、录音、录影是录字好剩1分钟尔，咱甲第1段读过啦9月初8日就是拜三，迄暝7点钟，大会组织伫丁仔脚礼拜堂丁仔脚礼拜堂应该嘛是伫咧台南府城啦毋知伫倒位后回咧有机，后回咱查者丁仔脚礼拜堂，巴牧师就是巴克勒啦巴牧师做会证，会证是啥物意思呢？祈祷、吟诗看圣册，也有听见厦门的罗先生参汕头是地名汕头大家知无？汕头啦汕头大会2张的批也有听见厦门罗先生参汕头大会2张的批因当阵教会互相的，大家互相勉励啦互相寄批勉励鼓励这是较早伫咧即个新约即个圣旨内底，因着拢有写讲某物教会拢咧大家互相安尼写批问好就对啦所以因嘛是模仿即个模样啦好，第1段遮读煞后尾咱可能继续读，后尾咱会搁读一遍，若是甲内底一寡，比如讲丁仔脚即个所在，啥物找一下第5期开一下头啦第5章咱以后继续来读。我本来一直咧想讲教会部若定拢直重复一寡神学的物件逐个读起来嘛足无意思所以我会小看一下若像今仔日我弄过迄2页，就是我感觉引一寡经文咧内底专一寡经文的对一章对一节对一章对一节安尼较读就是迄几本书无必要啦所以我落所以相款的以后我若感觉无必要读的，就甲落直接着读重点较趣味的部分会当学着物件的部分比如讲咱今仔讲
评定教伊吼，像安尼即种词吼，会当甲捡转来用吼。好，10:31。我伊阮有甲咱留话吼，讲无错吼，像教伊拄则字典上是写卡夫奥兹，但是字爱念做科夫奥兹吼。哇，即我哪会晓诶？卡夫奥兹吼，但是字爱念做科夫奥兹，所以即马词典就是直接就是去找科夫奥兹，就会当找到即个词，卡夫奥兹典都找无吼。OK， 因为我早另再甲你请教一下，啊，到底要安怎转音转法，甚至敢若卡改做读做科就好啊，还是有啥物规则吼？这另再讲啦吼，无急咧今仔日啊。今仔日咱敢若无啥物新朋友，敢若是 Radium 吼，啊 Sharon 甲即个我毋知要安怎甲你称呼 Nepalium 吼，感谢你，欢迎你啊Radium 多谢吼，Sunny 拢甲恁感谢啊，欢迎恁啊，希望讲恁有兴趣再搁继续来读啊，但是我明仔载是我遮的拜四吼，台湾的拜五，甲后日吼，明仔载后日我拢有代志吼，其实毋是有代志啦，就是我有别个课啦，即工起来时阵我爱读，我咧读，譬如讲我读日文啦，啊读含另外一个人有咧迄个读书会啦吼，所以无法度搁直接开课，所以明仔载后日这2天我人过，一直到台湾时间拜无台湾时间当时啊，我拜六恁的礼拜日啦吼，我再过来开吼，我再甲迄个 notice 送出来啊，若讲恁若无方便来，袂要紧，做你就甲讲一声啊，免甲请假啦，我意思就是讲无来，你就听录音就好啦吼，啊当然欢迎恁逐个来啦，啊因为现场你当问问题啥拢较方便，好。安尼今仔日到遮，我来关房，感谢各位吼，祝恁今仔日大家拢丰盛愉快，好，到遮再会。